khi mình học trên mạng những câu nũng điệu mà đàn ông khó lòng từ chối. 我今天好想你啊！我今天好想你啊！你真的好厉害呀！你真的好厉害！你说些什么东西？我喜欢你运动时的喘息声，听着让人觉得很安心。我好喜欢你运动时的喘息声，听着让人觉得好安心。别再说这些胡乱之词了吧，元宝还在后面了。你今天真的好帅，好 man 啊！你今天真的好帅，好 man 啊！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就直说。你真好，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。有你真好，我觉得越来越离不开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别搞我了，走拍照去了。哎，就这样，没爆了！哇，我的天哪，真的绝了！这谁呀？神仙姐姐啊！